本上其实这道菜呢，是以前我们在餐厅饭店上班的时候，它是一道牛排旁边的配菜。它是它的配菜。那因为我们配菜都会炒一些蘑菇啦、香菇啦。那后来我们在厨师会觉得，这样炒好像失去了一点趣味。然后后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把杏鲍菇切成宽面的样子，然后下去炒，炒一炒出来之后，它就很像面。那你又看不出来它是面，所以就不是杏鲍菇宽面。所以不要被骗到。对，不要被骗到。那其实它刀工并没有像厨娘讲的这么难，其实它蛮简单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它就把它切成像这个样子。对，像这个面条状的样子，就是那个宽面的那个感觉啦。所以你远远看的话，你不觉得它是杏鲍菇嘛？你就觉得是那个扁面。是。那我们今天就要把杏鲍菇切成这样。那其实很简单切，其实你就挑杏鲍菇挑长一点的，因为越长你面条要长嘛，所以你杏鲍菇挑长一点，其实最后切起来会比较像面条的样子。OK。然后我们要切它，其实切东西手重安全，因为杏鲍菇它是会滚动的，那所以我会建议就是中间先切一刀。切一刀之后呢，它这里是不是有个横切面？横切面你就可以把横切面放在砧板上，这样它就不会跑来跑去，比较安全。那其实你就拿着你的刀，这样顺着这个杏鲍菇这样把它切成宽面的样子，所以其实很简单。但是那个厚薄最好还是差不多，厚薄最好是一致，然后切到剩后面一点点不好切的时候，其实你就很简单，就把它推过来继续切，所以后面会比较像细面的感觉，这样而已。对，那厨娘刚刚讲到重点就在厚薄，所以建议全球观众朋友厚薄还是要切一致不要有的薄有的厚，这样会你的面就会比较被人家看出来说，它是一个菇。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切。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道不是杏鲍菇面的话，它有2个的重点，就是说你在挑这个杏鲍菇的时候，尽量挑长度要长一点的，看起来会比较像。是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厚薄最好要一致。对。不要说这一颗厚那一颗薄，待会你熟成也不一样。是的。然后你吃起来的那个口感上面怎么，这一吃起来像那个鲍鱼，这边怎么吃起来那玻璃西啊？对，跟它真正的跟它是面条。对。所以刚刚厨娘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为什么要切一样薄？因为你这样熟成的时间再赶快，再变鲜。OK， 好，像这样切。我们剩一根，再把它切一切。像这一根，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一根会比较好切。没有错，这样说，因为它比较直一点。对，所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爱根卡底的。对，爱根。像我自己选食材，我也喜欢挑比较直的，不管是这个黄瓜啦、茄子啦，是没错，白萝卜啦，我觉得那种弯的，你在削皮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麻烦了。对，削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觉得不是很美丽了。对，所以你挑直一点的，其实会比较方便一点。也会比较好切一点。那还有一个，其实如果你要真的让大家看不出来面在餐厅的话会把头切掉，因为就没有这个菇形状的这个它的伞顶所以你就看起来真的会比较像面。但是我们在家里吃的话呢，我的建议直接切就可以了。OK， 好，这样就切好了。好，那我们就来炒杏鲍菇宽面。然后这个时候很简单，一样你就拿一个锅子，那一样我们就先冷油冷锅嘛。橄榄油要吃营养，你就放点橄榄油。好，然后辛香料就先下锅。我们这次放的是我们的洋葱丝洋葱切成丝状，切成丝状，那你就先下锅。这里的分量大约是差不多1/4颗。那大颗一点的话那没关系因为洋葱也是很营养的，含有很多的硫化物可以吃。对，洋葱真的非常非常的营养尤其是对这种在生长期的孩子来讲对，它有非常丰富的钙质对骨骼发育很好。然后这个时候的诀窍其实就是把洋葱炒软洋葱炒，因为洋葱炒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洋葱一炒软，不要炒到透明软了菇就可以下去。那接下来就是只是把菇炒到软掉，这样就好了。等一下炒到一半的时候，全球的观众朋友就知道为什么要挑这一道菜了。因为杏鲍菇它的纤维是比较有韧性的，它没灯所以你也在一起炒到尾的真正做成面的。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菇洋葱稍微软化，菇就可以放下去了。
好，我们今天把菇全部放下去。这个也要放吗？哦，先等一下。如果你的锅子比较小的话，先放一半。好，锅子比较小的话，建议先放一半。哦，因为这个时候不好翻，哦，所以你就可以这样稍微转一下，把洋葱往下，从下往上翻。然后这个时候不要心急，因为它自然会塌下去。你等它受热均匀的时候，菇软化，它就塌下去了。哦，因为有些观众朋友做菜有时候很心急啊，一直拉，结果拉到这菇拢断去，哦，断去就不好吃。它软的时候比较不容易断，但是它现在还是有一点硬硬脆脆的哦，它比较容易断。待会儿你这个面条呢，就会像面疙瘩了。对，那用筷子炒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它往下夹。OK， 那把它炒一炒，然后你会看到这个菇开始软化了，开始软化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一半的菇再给它下下去。哇，真的要全部下下去了？对，下去。好，如果既然已经切了嘛，对，既然都切了，好。哇，今仔这碗足大碗。我知影厨娘还没吃饭嘛，吼，但会使加吃寡。他都有做功课。其实我上节目，我几乎都是不吃东西的。其实我是故意要放这么多的啦，因为你放这么多，有时候锅子真的是不够大。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把它炒得均匀，可以建议你加一点水，加个50cc 的喝的水就好了。哦，50喝的水。如果你有高汤，那你就加高汤；如果没有高汤，其实你放水就可以了，用水去加速它的软化。哦，水一放下去，其实在加速它炒制的时间就很快了。然后在等它软化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来放我们的黑胡椒。哦，先下一点味道。哦，先下一点味道，黑胡椒。好，下点我们的香料。好，那全球观众朋友如果要香氛多一点的话，其实还可以下点意大利综合香料。哦，因为这道菜其实它只是把菇变成面的形态，至于要加什么味道，其实都可以的。好，你会发觉水下去，它的软化就很快，然后这个时候再放点盐巴。好，把手把插紧。好，下面比较软化的菇就可以往上翻了。然后今天等一下还要帮这道面变颜色。要让它变脸，穿上衣服，对，要让它变脸啊！哎，真的好像宽面哦，像不像我如果做这个翻炒的动作，是不是很像在炒面？太像了，对，是不是很像在炒面？对，真的会骗到人。好，哎，厨娘有个问题问你，你今天想要吃单一的，还是要吃双色的？我还有这样，那我当然是要贪心一点，要双色的。双色的啊，双色那就很简单，我教你哈，你就可以，哎，像现在其实已经好了，那就先把它拿对，起锅我会习惯再放一点橄榄油啦，补一点营养。是。好，然后就也比较光泽，对，也比较有光泽，让它有点上色。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关火，关火之后你就拿一个盘子，就可以盛盘了。好，那我们先上原味的嘛，哈，先上原味的。好。可以夹一点。哇，真的远远看，没有人会发现它是杏鲍菇，这很像面条，真的是很像面条。好，那我们把要吃的原味稍微夹起来，这个时候锅子里面就会剩下一些另外一半的面条，那我们就放我们的姜黄粉。好，姜黄粉，这个时候你把它放下去。啊，我特爱姜黄的。对，抗氧化，对身体好。那你把它拌一拌。哦，像这样把姜黄粉拌一拌，那我们这一道姜黄口味的就好了，就像这样，金黄色，非常的漂亮。好，这样就变成2种口味了。哦，所以厨娘今天可以吃2种口味的面。OK， 2种口味的。好，所以今天的这个不是杏鲍菇面。是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呈现手法哦，非常非常的简单。当然，你也可以用别的颜色。是啊。现在有很多的天然蔬菜粉，番茄啊，对，或者是一些对，或者是紫薯啊，对，就是还有甜菜根啦，这些都可以，甚至墨鱼啊，竹炭粉。对，竹炭粉、墨鱼就变成。所以你可以千变万化。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呢。